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嗰晚去咗唐樂餐廳度吃東西。嗰晚推介嘅就係呢個長隆神劍嘅嗰個咩肉醬薯條呢個 OK 嘅，仲有呢個勝利母神炸物呢兩個 OK 嘅，其餘嗰兩個就冇食，因為經費問題。當然啦，我慳出嚟嘅經費係買咗好多嘢啦。今集有排開箱，首先就開數碼暴龍嘅，嗰晚冇忘記數碼暴龍嘅，呢個仍然係我曾經嘅最愛。佢呢個係 final 嚟嘅，就係戰鬥暴龍獸，傳說中嘅初代兩大究極梯。咁翻過嚟就當然係 Metal Galumon 戰放導香彈。冰，數碼寶貝，因為呢個係台灣嘅讀譯音，可以拆出嚟啦，因為嗰晚都會用，所以呢度，我睇，大家同我一齊見證住呢個開箱先啦。1、2，我哋慢慢開，如果唔係呢個開箱就俾人糟蹋。好快開完，但係呢個袋耿耿於懷，所以我會擺佢入去回收箱。個 file 好簡單啦，咩都唔會有嘅，就真係一個 file。係咁，開箱完畢。接下來就開第二個啦，就係呢個數碼暴龍嘅筆記簿。呢個係大冒號嘅時候嘅呢個。即係簡稱2020版嘅數碼暴龍嘅筆記簿啦。因為嗰晚其實之前就用開柯南筆記簿，都係喺嗰個movie 展度買嘅。之後因為啲頁數唔夠，所以嗰晚要擴充新嘅戰力。今次又以數碼暴龍做，嗱我都要開俾大家睇望望。原來都係呢度開嘅，都係呢度。我哋一齊感受下呢個聊 ASMR 時間。ASMR 時間結束。哇！有晒咁多代主角，唔同主角嘅嘢喎。OK， 筆記簿就係咁啦，好滿意呢本歌碼都好滿意。好，嗰個塑膠都係仍然耿耿於懷。好啦，數碼暴龍嘅嘢開箱完啦，接下來就開下啲爆旋婆婆啦。開個巴塞隆拿先啦。當然啦，巴塞隆拿除咗得念我除一個太孤獨啦，買埋佢伙伴長龍破壞劍都係有副法實嘅。好，開箱講得無謂，開箱最實際。多買呢啲狠人廢話不多。哇，下面都仲有膠紙，割開佢先算先，割咗先講。OK，QR code 俾大家望。因為你出咗呢條片之前，你嗰晚已經 scan 咗佢，就算係搶第一 scan 到都係已被使用，所以好可惜啊！佢有嘅嘢就係教你點玩嘅小貼紙啦 ，UX00 啦，長龍破壞劍。呢個係咪用翻 UX01個版本？總之巴塞隆拿版嘅長龍破壞劍就咁啦。佢個發射器我都會插埋嘅，因為哥馬喜歡啲拉條。哥馬當然除咗去台灣餐廳都有參加比賽啦。我哥馬就係打咗2場，第2場係我俾鳳凰4-0 KO。
2場持久，1場俾人 spin finish， 唔係 over finish 俾人1場 over finish 之後2場 spin finish， 即係2 spin 1 over， 咁樣直 kill 喎。天馬嗰場先掛誇張啊！我4比0，我第1場打停攞佢隻天馬啦，第2場直接 X dash 佢隻天馬，極限勝利佢。你話咪誇張啊？傳説中嘅天馬竟然俾隻龍神衝擊龍神極限勝利，呢個真係我耿耿於懷啊！真係塑膠紙呢啲 OK， 我會抌噶啦。哥買呢啲係會再另作處理嘅呢垃圾。塑膠都係擺翻塑膠個區啦，淨係塑膠擺塑膠區，唔容易俾人發現，因為可以隱藏。呢個唔使啦。哎呀！總之長龍炮係點就係咁啦。Cosplay QR code 俾大家望多次，都係冇用。之後開咗呢個先啦。哥買一直都冇買嘅陀螺收納盒。哎呀，睇唔到。陀螺收納盒。開咗先啦，呢個係 Bix 25嚟嘅，哇，好有黏性喎。我記得啦，嗰個卡係入面嘅，我耿耿於懷，哇，入面都仲有膠紙，哇，割開先講，歌迷要限於喺15分鐘內完，即係得翻9分鐘去拍。所以唔知有冇時間，最盡20分鐘，最好15分鐘。哇，好有黏性喎呢個，黏性大喎呢個。佢個貼紙轉頭留翻先，呢個揾貨印花有用嘅。OK， 開，我先開咗先。OK， 直接放膠紙，給它生產。防水嘅問題就有人就我實測咗，所以我唔會實測水嘅問題啦。純粹實測下，我可以擺到幾多個人接線雲。我哋嘅嘉賓已經喺度做準備就位㗎啦。OK， 一定會有個 QR code 㗎啦，一定會有每樣可產品一定會有嘅 code，所以俾大家望都唔緊要，因為你有 scan 唔切。好，我先擺陀螺先，狂牛啦，射手。我揾8隻陀，我盡可能揾8隻身形比較細少少嘅，或者隻大少少嘅射手，激閃射手指，睇下得唔得啦？都得嘅。之後係身形肥胖嘅地獄魔犬，都叫得嘅。最後攻擊天馬睇下得唔得？唔得 ，4D 好似唔係好得 ，4D 唔係得，4D 唔係好得 ，4D 唔係好得 ，4D 唔得。地獄魔犬都叫做勉強，激閃射手都還好。OK， 呢度可以俾我哋擺嗰啲軸心啦。之後呢個係邊個擺其他嘢嘅？應該可以擺個計分器啦，呢度擺個計分器，之後呢個擺個可能拉條發射器啦，之後嗰啲拉條嗰啲條啊嗰啲，係啊，就咁開箱完畢。下一件產品，因為最尾2件產品我要擺喺最尾先去開咧，因為咁樣先有種好玩啊。首先就係、大家如果有話開烈火朱雀或者暴風青龍嘅，就應該係眾所周知嘅賀年送交效。唔好意思，諗起04年緊，呢隻係烈火朱雀啦，黑色版嘅，黑化版嘅阿海，全部變晒黑色嘅。DX00啦 ，B4 霸主世達嘅，有攻擊啦，又有持久。好，開箱。應該係呢邊。依樣仲記得嘅話，我有一隻嘅，不過嗰隻就打到傷痕累累。呢隻想攞嚟擴充佢嘅戰力。我買佢就係為咗擴充佢嘅戰力。OK， 呢個係要貼紙嘅，係少數要貼紙嘅陀螺。
所以呢個咧我會貼咗貼紙先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揾 X 貼貼紙，因為 X 貼貼紙嘅陀螺咧真係得幾隻㗎啫，仲要係全部復刻嘅，全部係要。哎呀，我拆咗出嚟先。撒亞人開箱嘅姿態係咁㗎啦，大家習慣下啦。OK， 就係呢隻啦，烈火之隻黑色版嘅。展開俾佢啲配件睇下先啊。OK， 我先黏咗貼紙先。佢貼紙貼邊我應該係知嘅，因為呢隻我都有一隻。OK， 貼紙時間。因為喺熒幕前貼咧會顯得唔係幾好，所以我會出面自己貼嘅。我連 WBBA 嘅商品都買咗2隻，你話我唔係真花係咩？我唔係小黑粉。哎呀，我連 WBBA 呢個產品都買咗2個。我連佢嘅眼睛都要貼埋，冇眼睛等於冇靈魂。我對於呢塊貼紙係耿耿於懷嘅，所以就會黏好先嘅。OK， 搞掂烈火之隻組裝380。組裝 TI， 呢個陀螺唔係一般人會控制到嘅，佢嘅壓感力量實在太強啦！哇！我翻俾佢各把嘢啫，係咁啦。好啦，最後一樣嘢啦，最後一樣嘢就係奔馳秒針閃失嘅流星，對付現代人疲累嘅心。柯南嘅推理劑量嘅就係柯南嘅秘密武器。變聲器煲呔呢樣嘢係阿粒博士專為我發明嘅，只會轉動後面嘅個轉盤，我就可以扮出任何人嘅聲音。厲不厲害，你目目見官，不是哥們你來。OK， 呢個我就係最耿耿於懷嘅嘢啦。呢個一定要輕手掂開，我要，因為呢個真係貴料嚟㗎，我唔想大力咁開啊，兄弟。冇辦法啦。OK， 呢邊1、2預備。喂，仲有吞，下一個就係啦。哇，好靚啊！真係變雞蝴蝶機嚟㗎。哇！我柯南粉瞬間，佢後面係，佢真係有得轉，真係。係咪入電？係咪入電㗎呢嚿？毫無說明書啊喂！唔係啊話要我哋自己睇說明書。
好有。哦，呢個唔得嘅。哦，冇錯。啊，真係無理小五郎。私はどうやら勘違いしていたようです。今回の事件、だいぶ苦戦させられました。しかしご安心ください。真犯人を突き止めました。そろそろ博士に挑戦してもらわないとな。ここは慎重に。我即係佢係咁樣，真係好似當真係我扮成無理叔叔把聲先啊！係咪基德把聲嚟㗎？聽把聲似係基德。この事件のトリックをご説明いたしましょう。摩利哥哥嘅 ，OK， 呢個都開箱到差唔多啦。我鎖翻個粒電先，我唔想俾佢繼續耗電。喂啊，冇啊，我唔想佢繼續耗電啊。OK， 我而家扭冇晒。等我唔好意思啊，叔叔，你瞓覺先啦。我冇辦法，雖然呢隻錶係哥馬動漫嘅老婆。冇上，我又要冇理，你又要做咩啊？唔好意思各位，我嘅玩笑就開到咁啦。成件案件嘅真相我已經理解咗啦。兇手係利用風流嘅殺人事件，所以兇手就係你，火道海先生。跟我走啦。服部，你有冇殺過人啊？我曾經殺過一個人，嗰個人係我嗰陣時嘅遺憾。快啲走啦，麻生醫生，而家走仲嚟得切㗎。對唔住，我雙手已經染滿咗鮮血。再多謝你啊，柯南，多謝你啊，小偵探。我唔可以再容許犯人喺我面前自殺。我唔想再親眼見到同樣嘅事發生。原來公探係有咁，咁關我咩事？報啊！服部唔好意思啊，借把聲嚟用。無理先生，你嘅玩笑唔該你開到咁啦。啊好，哥馬喜歡圓形壁路佢，所以我會塞翻佢入去個盒度嘅。因為呢個開箱感實在太爽咯，我實在太喜歡啦，我會情不自禁咁，我塞翻佢入去嗰個袋度先，我耿耿於懷，我唔可以讓佢變色啊！哎呀！我要褪翻佢入去先，煲呔入去，煲呔啊！哥馬印象記得應該仲有一個，哥馬記得係仲有一個嗰個季度基德嗰把嗰個槍，所以哥馬亦都會遲後如果買到嘅話，都會為大家做開箱嘅。
不過要哎呀，執翻個盒先，個盒就太難啦。而且大家都可以見到佢真係有變聲嘅，雖然係變成無厘小母狼啦，但至少佢呢個道具係真係有用咯。我喜歡啊，真係全部嘢都係好合格，唔係新買翻嚟嘅問題，係呢個真係就太型啦！呢個柯南曼迪傳播，佢係要兩粒 LR44×2嘅做素材。說明書，如果有人唔買咗嘅，你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，俾大家 scan。好啦，今次呢條片就完啦。如果想更快追蹤到我開季就記得嘅嗰個啤牌槍呢，要做啲乜嘢啊？ YouTube 嘅朋友就最經典嘅訂閱、按讚、like 呢條片，最好分享埋俾你朋友添。哇！嗰晚開手邊人麻醉槍啊！如果你係柯南粉，記得要追啊！仲有嗰晚會不定時開呢個鋼鐵戰魂，下條片將會係講呢隻，我會講第一代即係漫畫版嘅鋼鐵戰魂。我有幾隻初代嘅，真係初代係漫畫式嘅。不過有啲軸心就一定係用個 4D 嘅啦。嗱，呢就係 4D 攻擊天馬嗰粒大人啦。好啦，呢條片就完啦。中意嘅話真係要 like 同 subscribe。Bilibili 嘅朋友要點啊？要關注、俾幣、收藏、按讚，係咁。Thank you 你，再見，拜。